嚟自文章能力越細，叫聲越大。當面臨質疑嘅時候，人們通常會有乜嘢反應呢？根據筆者嘅觀察，包括我自己在內，好多人喺被質疑嘅時候，情緒往往會變得激動。呢個其實係人類嘅天性。當我哋感受到挑戰嘅時候，腎上腺素會分泌增加，身體自動進入戰鬥狀態。然而值得注意嘅係，當有人大聲反駁質疑嘅時候，往往反映出佢哋嘅能力較弱。原因在於能力不足嘅人心裏面清楚自己嘅實力有限，因此只能夠透過激烈嘅言辭嚟表現自己並非軟弱，試圖贏得他人嘅重視或者讓步。相反地，對於經驗豐富且實力堅強嘅人嚟講，呢一種大聲疾呼唔單止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暴露自身嘅弱點。例如話，當我哋同長輩共進晚餐嘅時候，常會發現輩分較高嘅長輩往往言語簡練，寥寥數語便足以表達心意。呢個係因為佢哋閱歷豐富，對晚輩提及嘅話題早已了若指掌，並唔覺得有乜嘢特別之處。相反，晚輩尤其係細路仔，鍾意不斷分享自己嘅感受。呢啲話語喺大人眼中雖顯得天真可愛，但實際上嘅重要性並唔高。另一方面，當長輩開口話時話，即使語氣平和，晚輩們仍然會專心傾聽。撇開階級觀念不談，筆者認為呢個主要係因為長輩能夠提出好多晚輩未曾思考過嘅見解同經歷，呢啲內容唔單止有趣，更蘊含深厚智慧。另一個例子係喺公司會議入邊，大家會發現老闆往往唔會頻繁發言，而係花大量時間聆聽下屬嘅報告，最後先至分享自己嘅判斷同決策。心理學中有光環效應嘅概念，指嘅係某啲人因擁有權力同地位，使到佢哋嘅話語更具分量，並吸引眾人目光。無論係長輩定係地位較高嘅人，都享有光環效應帶嚟嘅優勢。即使佢哋言語唔多，行動唔多，卻喺他人眼中擁有遠超常人嘅影響力。對於後輩而言，我哋必須時刻提醒自己注意表達嘅方式。好多時候，當我哋覺得人唔重視自己嘅話語，往往問題出喺自己身上。點解人哋唔中意我哋？關鍵在於我哋點樣呈現自己嘅觀點。有啲人會揀大聲講話，試圖成為群體中聲音最大嘅一個，俾別人無法忽視自己嘅存在。然而呢種策略往往適得其反，人只會覺得環境嘈雜，反而無法真正聽進我哋嘅內容。另一啲人就鍾意搬出一大堆大道理，但呢個同樣唔係有效嘅表達方式。冇人鍾意被強行灌輸道理，即使你嘅觀點正確，人亦都會諗出千百個理由反駁你。畢竟條條大路通羅馬，唔同嘅方法各有其合理性，硬把自己嘅道理塞進別人嘅視覺，顯然效果不佳。筆者認為，要提升說服力，最重要嘅唔係一味表達自己，而係學識傾聽他人。喺溝通過程中，多俾對方機會表達，咁樣我哋先至能夠更深入了解對方嘅性格、風格、立場及底線。呢啲寶貴嘅資訊能夠幫助我哋為對方量身打造專屬嘅溝通策略。好多時候，人願意認真聆聽我哋，係因為佢哋感受到被尊重。人與人之間嘅交流，最重要嘅係彼此感到舒適。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有啲商家能夠以較高嘅價格成功銷售產品，因為佢哋識得點樣切中消費者嘅需求，而呢個正係透過深入研究同用心傾聽先至能夠達成㗎。請說話輕柔啲，多留心傾聽。當我哋對現況掌握得越充分，能夠分析出嘅策略亦都越多，以平和理性嘅語氣表達我哋嘅建議同立場，人自然會更容易接受。